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带大家来熟悉一寡工程车的台语。娃娃 TV， 大家有看到我遮有足侪工程车无？咱今仔日就一项一项来介绍。毋过伫咧这进前，咱来先了解啥物叫做工程车。咱若讲到工程车，就会想到遮伫工地底所使用的车。毋过伫咱台语内底，工程车毋若是咧讲遮的物件尔，是只要是派出去外口做工课的车，咱就会当叫伊工程车。亲像公务人员开一台轿仔车出去办代志，迄台轿仔车就会当讲是工程车。好，咱即马知影啥物是工程车，所以咱会当开始来熟悉遮伫工地伫做使用的车。即台号做怪手。嘛会当讲乌头机甲卡拉车，这怪手头前的即个乌头的物件咧，号做卡拉，嘛会当讲签斗。即台看起来亲像鸭头的怪手，伊号做鸭头啊。若即台会当甲物件捏起来的，号做卷牙，嘛会当讲大卷牙。好，刷落来即两台底载红蒙头的车，号做拉马空车。嘛会当叫做干乐，拉马孔是为日文的拉马孔来的。干乐有看我迄支佚佗物仔影片的人，应该拢知影，干乐就是这啦，这就是华语讲的陀螺。这车嘛叫干乐，是因为伊后壁即粒看起来嘛，敢若干乐共款，所以就甲叫做干乐。即台用来运送红蒙头的车，号做鸭帽车。这南马控车会甲伊红蒙头倒伫遮，这车咧就会甲伊安尼吸起来，运送去别个所在。即台会当甲物件吊起来的车，号做亲仔车，嘛会当叫做吊亲。搁来即台用来甲点加底互病的车，号做替刃，嘛会当讲研录机甲路力。其他搁有即两台驶了足成的车。即台头前无记起的，号做驴仔车，嘛会当讲驴头机甲驴头车。伊大部分的工课就是伫涂骹遐甲土安尼塞来塞去，愈好白。即台头前有记起的，号做下马，嘛会当叫山鸟。即台功能就较济啊，伊毋但会当做驴仔车的工课，伊阁会当甲土安尼挖起来，运去别位。即台会当用来甲火吐起来，吐好悬的物件咧，号做猪膏啊，嘛会当叫堆膏啊。伊头前即两支咧，号做猪膏牙。即台号做沙石仔车，伊会当用来底涂甲底沙石啊。好，上尾即台大只的，用来载货，号做拖拉机，嘛会当叫货车甲卡车。好，工地用的车有遮尔侪种，毋知影大家知影几种咧？欢迎大家留话甲我分享，嘛欢迎大家帮我补充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喜欢我影片，我两位我起赞歌来分享出去，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袂记我是要订阅的，快快小铃铛，安尼看到叔叔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袂记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切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。再会。